后来继续来到台中，伫半暝3点外发生一件死亡的车祸。这个30岁姓方的男子，讲是一个美发师，驶轿车到这个东兴路，甲一个半暝出门的70岁太太共弄死。但是这个驾驶伫弄死人的第一时间，毋是来报案，是到边仔一间超商买米露，当场就做一喙甲米露中啉甲焦。警方怀疑伊本底就是啉酒开车，想要透过出车祸了后，才啉酒这个借口来回避掉啉酒开车的刑责。警方嘛来证实，这位洪弄死的太太，就是名喙王伟汉伊的妈妈。半暝3点，我是轿车驶过大路，凶凶弄到一个人。警察调监视器，这台车的速度驶甲真凶。伊伫咧市区东兴路弄到穿红色袖仔的查某人。查某人当时徛伫咧路中，去弄到了后送去病院，嘛是无妨救回来。那驾驶的酒质地超飘要3倍。我们是听到声音才出来的，他有下来，我有跟他讲说你撞到人。弄到人了后，驾驶落车看，毋过无随报警，电脑伫咧边仔食薰，敲电话，亲像伫咧找相斗3工。这个客人他很急，然后很紧张，然后他就赶快打电话跟他朋友说他出事了，然后他就来买一瓶海尼根66块那种大瓶的。驾驶佮走去超商买一罐米露，规罐啉完。虽然有心要做规避但是警方还是依照事实测出来的数值，如果超过的话，我们就依规定来跟他做移送。警察怀疑驾驶是为着要闪责任，伊方带去警察局时阵，讲弄到人进前就是无啉酒。你有喝酒吗？撞死人之前有喝酒吗？没有喝酒。一般车祸弄死人，上当判2年有期徒刑；若是啉酒驶车弄死人，加加一条公共危险罪，上当判10年。不过驾驶到底是啉酒驶车，或者是弄到人了后才啉酒，检方会继续调查。警察嘛讲，死者是资深媒体人黄伟汉的老母，伊接到消息了后，嘛已经赶过去落南处理。